来是台中市日南国中，把这个图书馆打造做机场大厅的环境，搁来设计一本防疫的护照，内底有因甲南韩的姊妹校一寡文化的问答。学生虽然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，但是透过游戏，嘛会当体验到南韩的文化。 其实你裤子可以不用穿，因为裤子很长。从来无去过韩国旅游的高中生穿韩国传统的服装行一轮，感觉家己敢若变做韩国戏剧内底的人物，就觉得很漂亮，然后颜色也是很鲜艳，很好看。你的衣服太长是不是？对，人家穿起来都是王子，我穿起来变成公主。 台中日南国中把图书馆变做机场大厅的环境，佮设计一本护照，内底有因含韩国姊妹校设计的文化 Q&A。 透过接触韩国的文物，就算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，嘛会使来体验韩国的风情。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我们随着导览的这个学习课程，我们就会把一个一个的课程把它学起来。 另外，原本大楼拆掉了的空地，老师和学生共同来设计，变做导游的空间。老师知道吗？吃的公在自然又称为什么？ 设计关卡，和学生做伙合作来佚佗，连其他的学校嘛来观摩。题目呢又跟在地结合，所以像我们刚才玩的时候，又有趣味又有知识性。 学生体验出国的气氛，搁有在地导游，结合韩国的风情和在地人文，真特别的社会学习课程，真有创意，搁真趣味。